現金為王定係負債等死呢？今期同大家講下喺而家呢個大環境，普通人想安安穩穩咁樣捱過呢段時間，一定要記住呢4條生存法則。唔知你有冇發現呢？最近嗰個市道咧又係有啲唔妥嘅。去街市買嘢咧，肉類平咗，水果啊、高端嗰啲水果啊、車厘子啊，都話可以輕鬆實現自由嘅。去車行睇車咧，銷售熱情到不得了，價錢一降再降。嗱，啲嘢平晒啦，按道理應該好開心啦，係嘛？應該放心消費先啱㗎。但你摸摸自己嘅銀包，再睇下身邊嗰啲朋友，真係夠膽放心咁樣去使錢咩？嗱，大部分人都唔敢嘅，就係有呢種叫講唔出嘅不安。以前呢，我哋驚通脹、驚錢貶值係嘛？而家反而驚今日揸住少少存款，聽日可能連份工都冇埋，冇得做。而家呢，仲好多人喺度話抄底，話係百年難得一遇嘅機會。兄弟，千祈唔好急住。嗱，今日我唔講複雜嘅經濟數據，唔講 CPI， 唔講 PPI， 就用最貼地氣嘅廣東話同你講清楚。喺呢個通縮嘅關口入邊，你手頭上有積蓄或者供緊樓、供緊車，到底應該點樣做？我總結咗4條好實在，甚至有啲殘酷嘅生存法則。特別是最後一條，真係可以幫你保命。首先你要搞明白，通縮到底有幾得人驚？嗱，購買力變強咗，唔係好正咩？係嘛？呢個你淨係叫睇到表面嘅啫，唔睇到背後嘅風險。你幻想一下，你開咗一間小食店，以前20蚊一份就好搶手㗎啦，而家人人都慳住使錢，你減到15蚊都唔夠，減到9蚊9先有人去幫襯。係冇錯，價錢係平咗，但利潤都薄到冇得再薄。鋪租要交，人工要出，頂唔順嘅就要開始節約成本啦。材料用平啲，員工炒幾個，留低嘅一個人做幾個人嘅嘢，人工可能仲要減。俾人炒嘅呢，可能係你嘅鄰居，甚至可能就係你自己。呢個就係通縮最恐怖嘅地方。冇錯，物價跌咗，但你份工、你份收入跌得仲快，形成咗一個死循環。大家唔使錢，跟住生意難做，跟住減價裁員，跟住更加唔敢使錢，跟住更加多人執笠。以前通脹咧受嘅係錢唔值錢，而家通縮咧受嘅係錢太難賺啦。呢個環境以前嗰套咩搏一搏單車變摩托已經唔識用㗎啦，甚至可能害死你。以前敢借錢係因為相信人工會加、樓會升，而家人工唔減都偷笑啦。樓價咧更加勸你哋唔好諗啦。遊戲規則已經變咗㗎啦。以前鬥邊個夠膽衝，而家鬥邊個捱得住。嗱，下面呢4條生存法則，建議你記實佢，點讚加收藏。生存法則1：現金唔係王，係救命稻草。以前成日話你不理財，財不理你，揸現金好蠢。人買基金買樓賺咗，你心唔心喐？嗱，而家風水輪流轉啦，通縮嚟到咧，現金先至係最保值嘅。而家1萬蚊買到嘅嘢，出年可能會買得更多，後年更加值錢。嗱，我唔係叫你將啲錢擺喺枕頭底，而係叫你揸住喺安全、流動、隨時攞得出嘅錢，例如係乜嘢？大額傳單、國債、貨幣基金、活期存款呢類嘢，高回報理財，掂你咪掂先啊！經濟咁差，邊有咁多穩賺8%或者10%嘅產品啦？你睇實嘅係人哋嘅利率，人哋睇實嘅係你嘅本金。股市仲話去抄底喎，分分鐘你係接盤嘅咋？你以為係最低喺地底係嘛？你知唔知地底下面仲有幾多層？普通人呢，唔好亂咁賭，揸實你嘅本金，你已經贏咗90%嘅人㗎啦。生存法則2：債務其實就好似一把生咗鏽嘅刀喺度割緊豬肉。通縮嘅時代最驚嘅就係負債，有高息貸款、消費貸、信用卡分期嘅即刻停手，盡快清咗佢。點解？通脹嘅時候咧，錢貶值，負債其實係幫你變輕咗嘅變相啊。通縮嘅時候咧，錢越嚟越值錢，你欠嘅債實際上壓力越嚟越大，你嘅資產縮水，但差銀行嘅錢1分都唔會少，就好似孭住嚿石頭去游水咁樣，水越漲越高，而你越沉越深。所以有多餘嘅錢，第一時間去還貸款。供樓嘅息，你嘅理財如果係跑唔贏供樓嘅息嘅咧，就考慮提前還款。車養唔起就賣咗佢，樓供唔掂就換細啲。呢個年代啊，無債一身輕先至係真正嘅安全。生存法則3：嗱，揸實你份工，唔好亂跳槽。就算你冇負債有積蓄，都要面對一個問題，
之後點樣繼續揾錢。企業難做，裁員減薪係常態。以前跳槽係為咗加薪為前途，而家跳槽分分鐘由一個火坑跳去另一個火坑。裸辭創業、亂投資開店，而家係最危險嘅時期。穩定嘅工作、穩定嘅收入比乜嘢都重要。公司準時出糧，就算辛苦啲、委屈啲都要穩住先。邊份工唔委屈㗎？係咪先？嗱，自由職業嘅、做小生意嘅，唔好立亂擴張啊！縮細規模，保住賺錢嘅核心業務，令自己變到無可替代、性價比夠高，咁先得嘅。想做副業呢，要做嗰啲輕資產、低投入、靠技能、靠時間揾錢嘅，先係最穩陣嘅。生存法則4：控制慾望，唔係窮啊，係清醒啊。最後一條呢，講心態。近年好多人講消費降級，但我更加鍾意叫佢做消費清醒。以前俾廣告洗腦，成功就要買名牌，係咪？愛佢就要送貴嘢。我哋買咗太多為咗面子、為咗人哋眼光嘅非必需品啦。而家要識得簡單生活。嗱，我唔係叫你捱苦，而係將錢用喺必要嘅地方。行山散步一樣唔使錢嘅，一樣咁開心係嘛？你自己去煮飯唔叫外賣，健康又慳錢。買幾件好質量嘅衣服唔使名牌㗎，一樣可以着幾年。當你嘅物質慾望降低嘅時候，你抗風險嘅能力就會直線上升。每月開支減一半，你對失業嘅恐懼就少一半，存款可以撐得更加耐啲啊！呢種就係安全感咯，係乜嘢咩奢侈品啊都換唔翻嚟㗎。經濟嗱，你要相信經濟係有周期嘅，有高有低，但身體健康、清醒頭腦先係陪你一世嘅資產。最後同大家講一句真心話，嗱，呢段時間可能會好難捱，可能要低調啲慳啲使，但係冬天一定會過去嘅，春天一定會嚟。而家你做嘅每一件事，存錢還債、穩定嘅工作、調整心態，都係喺度儲備緊實力。等下個週期嚟到嘅時候，嗰啲之前亂投資啊、輸清光啊、搞冧身體嘅人已經頂唔住啦。而你係一個乜嘢？你係一個揸住現金、身體健康、心態平穩，你就係第一個迎接轉機嘅人。唔好亂，唔使慌，照顧好自己，照顧好屋企人。呢條片呢，如果你覺得有用，你就轉發俾你身邊焦慮緊嘅朋友啊！咁最後都係嗰句啦，關注阿堅，少走彎路。記得點讚關注哦。